我家若只闻松下喊眼睛呀娘之意将我和七口说明。娘人出主意的我做美人是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，我说喊娘舅啊，走马上沙漠不明，夫妻两个的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。等到神清的一年，来个人都乖乖乖，一个口气就说蛮好蛮好，一个口气就说咯了咯了写出去，是天上一对好夫妻呀！上家说老头特地鸡，蟑螂配着鸡。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，不晓得那么明白在牛来高嘴部，一张眼睛还是黑，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，一年都要烫眼里。哎，经过高山这一张眼睛，夫妻们恩爱。6年下来，牙齿不高低，不过不养少，最近生意一塌糊涂，孩子啊，奶奶还带得去高山哦，里边不叭叭。哎，两钢铁在，不生意不回来，这困吧。力气那么明上一挪，实际上就是作对。那非要看看这跟作对要紧。孩子不作对，寸步难行；儿子作对时，非要说我理想，随着该到手就有苗过啊，都叮叮当当的。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，国度手有手帕，回过来要想进客堂开，刚巧的留意地下，听见呱，一爸爸不要来，当时爸爸嘚一飞来呀。飞来啊，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，猛震了孩子牙高的人在。哦呦！默默上女的一门血腥气，哎呀，不好，头都开着玩。哎呀，觉得了，自家口不清爽，叫高主部出来看看吧。高主部出来啊！啊，来着！这声音好听得来。若哈这个高三娘高星期6门7日，今年39岁，一张面孔蛮难看的，而且是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，夫妻蛮恩爱的呀。听见男人喊么，眼睛睛带毛头。啊个有个，高主啊，做啥？不好在石岗上石岗多，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！我来看哦，啊个开着。我晓得开我血腥气味。哎呦，分开哦，分开了，开的哇，开几花东西啊？哎呦，分开，到底按开了分开？这一两开嘛，一两分开，三个分手，哪一两开了，一两分开？哎呀，阿头家，你说你开门不三个上火，说你分开嘛，说自家了逃来哇！但是来说。你等我考考你，后来等你考脱你。高主话不晓得啥个么子，你等我看看呀。老大地狼哦，我不来看啊。6七日过来，带地狼一看嘛，哎呀，你个啊，一面金子，金子啊，哎，是人口浪的那个金子的，但是这个死人口浪的还是一张眼睛哟。那么你想呢？一张眼口，一张眼嘛，还是一面金子了。哦哟，那个起来嘛，孩子问我来了哦，哎，但甚至也想的，哎呦，我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拢说什么讲，只吃一张眼睛，仔仔细细一看，哎呀，啥事体啊？发财，一个头。没好玩，我晓得人缘不错，隔壁乡里晓得我不小菜，多个鸡腿来了。哦，要啥个鸡腿叫？一个死人可不浪的，啥没的？可不浪的呀，可不浪的呀！呵，哪个有瓜？我等你啥个内功多个头来还都不晓得。哪啦？该装的明白啊！是呀。弄到俺们里向这个都偷装过后头过我的那也吃苦的，只有根本的还弄发你，是的，东也是不是少也是，想办法弄个头弄开子吧。没好吧？你想呀？动脑筋呀！你想呀？
能得欣然多，其中一定已来的哪个娘夸的吃屁的是啥？马上奔到山前头，哪个是人空浪头，干不地方，翁不头，三等你门这一切过头。你说得出呀好个嘞，倘若此日龙出版，国事当当俺们是。这个是头长过得里唔受的，今朝我要哭得滴流流，看来我瞎子那让出眉头。哪个只有我是个落地的，古人里想也深邃，绑着那个阿根头的四根头，五多两高头嘛，顶对半铁头，鸡蛋还胖上头，米苏西不能背得上跑里，非不理不得那个苦老头嘛，扑腾我砸在屋头，他说呢，脚拐脚来头拐头，我这还披我大哈砸把头，但你混灯的啦，来吃巨魔的。不你说的马玲玲呀，这个是一派，不晓得啥人，不晓得兄弟办公的一个还是分帮的。飞机鼓里安帮队来分帮队嘛，刚刚中国办公的，不过你的班上我个活人口浪的，我的班上里个新人啊多的。嘿，老汉子开头嘛，接到一说来发觉着，告诉我，哪叫非好，啥个非好叫？我再想想唔少好。哪了？等下不出版翻译出版还破的啥？哪叫？还只呀一万当我凶水个。同当俺们的叮咚门亲上神话我，旁定吃几年故事。哦哟，说得出给。告诉我哈，吃故事的很少。那唔少。我你说那种不过唔少吃的来吃故事吧？还笑死的呢了。老汉子呼吸人开心的朋友，想自己想唔少东街队嘛。告诉我，做啥子？我这一想到我口老的大蛤蟆，说个蛤蟆还叫？哎呀，你想呀，我的那夫妻生平之6年多年，一日朗朗清清两高的嘛，送分养狗小毛的，那倒不要紧在，今朝中手鼻子3高头。哦哟，那个哈354，我350，快点当我做你的嘛，点对不对吃花的，弄得个死人空浪的，我的呢，哈大包的，虽说口然我白发香，我空心思只喊你的。现在告诉我，你快点，去我一扎的不来做啥？难得我拿个空浪头忙正来了一方头嘛后一盖嘛四人头，等来等到半夜3高头哈摸摸到舞台头。哪个啊？不是遇难的，还不是杀害之的，还是见我去打死人空浪的。你3个来举目大手的，那非要么东郭守了个门里，
我的那夫妻两高头，等到半夜三更头，拿个裤浪头，忙着我里一刀头，让你听到手机上马里哈得里用师不忙头，到明朝我往事往事。地道里想得那当天条铺面头，我狗大说王庙里水桥手的，再吃你吃葡糖吃龙更要满的。我家若只闻松下喊眼睛爷娘之意将我和七口寿命，娘人出主意得我做媒人，是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。我说喊娘舅啊，走马上沙漠不明，夫妻两高头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。等到神清的一日，来个人都乖乖乖，一个口气就说蛮好蛮好，一个口气就说咯了咯了笑出去，是天上一对好夫妻呀！上就说老头特地鸡，蟑螂配着鸡。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，半夜里那么明白在牛来高嘴巴，一张眼睛还是黑，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，一日都要淌眼泪。经过高山这一地下，听见呱，一爸爸回来，当时爸爸嘚一飞来呀，飞来呀，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，猛震了哈子牙高的人转，哦哟！默默上女的一门血腥气，哎呀，不好，头都开着玩，哎呀，觉得了。自家口不清爽，叫高嘴巴出来看看吧。高嘴巴出来啊！来走！这声音好听得来。若哈这个高三娘高星期入门7日，今年39岁，一张面孔蛮难看的，而且是一张眼睛，良心来得个哈，夫妻蛮恩爱的呀。听见男人喊嘛，眼睛睛带好的，一张眼睛，夫妻蛮恩爱。6年下来，牙齿不高低，不过不养上，最近生意一塌糊涂，孩子啊，奶奶还对得起高兴哦，里边不啪啪，两钢铁在，不生意不回来，再困吧。力气那么明上一挪，实际上就是作对。那非要看看这跟作对要紧，还是不作对，寸步难行。有次作对时，非要说我理想，谁是该到手就有苗过啊，都叮叮的。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，国度手一手帕，回过来要想进客堂开，刚巧的留意。啊个那个，高主啊，做啥？不好在石岗上石岗多，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！我来看哦。哎呀，开的！我晓得开我血腥气味。哎呦，分开！哦，分开了，开的哇！开几花东西啊？哎呦，分开！到底按开了分开？这一样开嘛，一样分开。三个分手。哪一样开了，一样分开？哎呀，那个，你说你开门不三个上火，说你分开嘛，说自家了逃来嘛。但是来说，你等我考考你。啊，我来等你考脱你。高主话不晓得啥个么子，你等我看看呀。老大，地狼。哦，我不来看啊。6七日过来，带地狼一看嘛。哎呀，那个啊，一面金子，金子啊，哎，是人口浪的那个金子的，但是这个死人口浪的还是一张眼睛哟。那么那些娘一张眼口，一张眼嘛，还是一面金子了。哦哟，那个起来嘛，孩子问我来的哦。哎，但甚至也是样的。哎呦，我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拢说什么讲？一吃一张眼睛，仔仔细细一看。哎呀，那啥事体啊？犯罪，一个头！你好啊，我晓得人缘不错，隔壁乡里晓得我不小菜，多个鸡腿来了。哦，要啥个鸡腿叫？一个死人口不浪的！啥没的？口不浪的呀，口不浪的呀！很不来意，有一次做的时，非要说我理想，谁是该到手就有苗过啊，都叮叮的。
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，国度手一手帕，回过来要想进客堂开，刚巧的留意地下，听见呱，一爸爸的来，当时爸爸，嘚一飞来呢，飞来呀，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，猛震落哈子牙高的人在，哦哟！默默生女里一门血腥气，哎呀，发哈对都开着玩，哎呀，觉得了，自家口腹清爽，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，高支部出来啊！来走！这声音好听得来。若哈这个高三娘高星期入门七日，今年39岁，一张面孔蛮难看看，而且是一张眼睛。良心来得个哈，夫妻蛮恩爱的呀。听见男人喊嘛，眼睛睛瞪额头。啊个有个，高主啊，做啥？不在世间上世间多，你看对岸都开了家。啊，我来看哦。哎呀，开的。我晓得开我血腥气味。哎呦，分开。哦，分。我叫我自问松下黑眼睛爷娘之意将我和七口寿命，娘亲出主意得我做媒人，说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。我说喊娘亲啊，中华上沙漠不明，夫妻两高头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。等到神清的一年，来个人都乖乖，一个口气就说蛮好，一个口气就说咯了笑出去，说天上一对好夫妻呀，上就说老头特地鸡，蟑螂配着鸡。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，半夜里那么明白在原来高支部一张眼睛还是黑，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，一日都要烫眼里。哎，经过高山这一张眼睛，夫妻们恩爱。6年下来，牙齿不高低，不过不样少，最近生意一塌糊涂，孩子啊，你哪还对得起高山哦？里边不啪啪，哎，两钢铁在，不生意不回来，这困吧。力气那么明上一挪，实际上就是作对。那非看看这根作对要紧，还是不作对撑开了，开的哇，开几花东西啊？不要分开，到底按开了分开？这一样开嘛，一样分开。3个分手，哪一样开了，一样分开？哎呀，二哥，你说你开门不3个上火，说你分开嘛，说自家了逃来吧。但是来说，你等我看看呀，我来等你考脱你。高主话不晓得啥个么子，你等我看看呀。老大，地狼哦，我们来看啊。6七日过来，对地狼一看嘛，哎呀，二哥啊，一面金子，金子啊，哎，是人口老的那个金子的，但是这个死人口老的还是一张眼睛哟。那么那些娘一张眼口，一张眼嘛。还是给你金子了，哦哟，那个起来嘛，孩子问我来了哦，哎，但身体也是样的，哎呦，我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拢说什么讲，一吃一张眼睛，仔仔细细一看，哎呀，啥事体啊？犯罪，一个头。没好玩，我晓得人有不错，隔壁乡里晓得我不小菜多个鸡腿来了。要啥个鸡腿叫一个死人可不老的，啥没的，可不老的呀，可不老的呀。呵，那个有瓜，我等你耍个内功多个腿来还都不好在。哪啦？该装的明白啊，只要。弄到俺们的香港个头装过后头过我的那要吃苦的个，只要根本还弄发你，是的，东也是，不是少也是，想办法弄个头弄开子吧。没好啊，你想呀，动脑筋呀，你想呀。他并不声音大概困着，
郎的眼里，等日还看我个文领头，啥人能够欣然到？其中一定已来的。哪个？娘夸的吃皮头，是啥？马上奔到山前头，哪个死人空老头，干不地方，翁不头，三等你门这一切过头。你说得出也好个嘞，倘若此日龙出版，国事当当俺们是。这个是头长过得里唔柔的，紧张我要哭得滴流流，看来我瞎子那让出眉头。哪个？落在头，果然里向也伸手绑着那个阿根头的四根头，多两高头嘛，顶头绑铁头，鸡蛋了还胖石头，米苏西不能背得十八路，反不理不特那个苦老头嘛，扑特我砸在屋头，他后呢脚拐脚来头拐头，我这还披我大哈砸把头，但你混灯的啦。来吃巨魔的，不你说的马玲玲呀，哥哥是一派。